喜欢海鲜味的海洋派对三明治教程来了，先拿个好看的小碗来拆包蟹足吧，一包里面有5根，做这一款只需要1根就 OK 了。把蟹足棒给捏一捏，然后撕成蟹柳丝。撕成蟹柳丝切出来的切面，我觉得比较受喜爱。铺上加厚的小熊指，放上3片南瓜味吐司，均匀打上沙拉酱。第1片吐司放上新鲜的生菜，打上沙拉酱，再放上煎好的鲜虾饼。第2片吐司放上好吃的肉松，继续放上颗颗饱满的玉米粒，然后再盘上蟹柳丝，再撒点海盐、黑胡椒。第3片吐司盖在第1片吐司上，然后翻转一下，再盖在第2片吐司上。记得打包的时候摘掉手套。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飄過，懷着冷卻了的心窩飄遠方，風雨裏吹過，霧裏分不清影蹤，天空海。